嘉义布袋布新桥附近的排水管，最近是去互看到讲是有这乌糟糟的垃圾水直接流入大海内底。这环保局查落，确认是一般的生活废水，毋是啥物工厂乌白流的污水。这讲当地里长就解释讲，这是咧抽水的时阵拉到下骹的烂涂，这水才会看起来绿绿。乌糟糟亲像木只共款的垃圾水，透过排水沟拢流入大海去。嘉义县布袋定近海里的抽水站，互民众看到咧排放垃圾水。嘉义县政府水利处表示，抽水站连接当地暗沟排出来的水是生活垃圾水甲烂涂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状况。那因为那边没有污水系统，没有污水处理系统，所以在抽的时候，在抽站启动的时候，大概前20秒内20秒左右的时间会是比较浑浊的，会抽到底。然后后面检测就会比较淡一点的，它属于生活污水的部分。当地里长就表示，抽水站是遮第4上低的所在，这站海上海水倒激，抽水站的抽水机开始抽水时，嘛抽到暗沟内底烂涂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状况。要抽啦，要抽不好啦，你来抽水就会乌啦。嘉义县政府水利处表示，沿海地区地层下陷的所在，拢爱透过抽水站来排暗沟内底的水，会阁想办法争取污染水处理系统的建设，会先来处理抽水站甲暗沟底烂涂的问题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